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7，申命记10章21节安尼讲：恁着称赞伊，伊是恁的上帝。恁捌亲目看到伊为着恁最大阁通行的事。三甲来祈祷，为阮最大阁通行的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用你大权能的手建立强窗，互万物伫你的业力下面来得稳定。主啊！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，令你无比的疼痛来眷顾阮，互阮通伫你奇妙阁伟大的作为中来活。主啊，我要亲身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，是阮活命的主。主啊，天地一切拢会改变，独独你的疼永无改变。主啊，因着你极大无比的疼痛，阮要来称赞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阮捌亲目看到你为着阮最大阁通行的事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